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去年推出台南400宴大受好评，开卖无到3分钟就被抢卖了。因此，今年延续这份的热潮，推出4季的办桌，总共邀请台南各地8位的总铺师，结合4季当季的食材甲地方特色，首创无菜单甲创意的料理。头一场春季场将伫4月26日，要伫柳营德湾边的荷兰村盛大来登场。其实台南4季办桌，季季都有精彩。但春季办桌里面，我们特别把当季的食材、台南的食材，很多都融入在我们的办桌料理的菜单里面。这是有创意啊。那有一部分是无菜单，那包括我们的芦笋，包括我们的绿竹笋，还有包括像台湾鲷，还有包括像螃蟹啦，这些甚至有很多高档的食材，真的是展现大师手艺的机会。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，这么好吃的这个春季办桌，你能够不来吗？台南的4季办桌，季季都精彩，春季办桌先等你来。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预定重塑哦，要不然马上秒杀，要不然就没了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台南春季办桌哦。除了无菜单创意料理，另外还佫有指定的食材。春季场以台湾鲷作为必选的食材，要互总铺师来发挥实力，好看起来平价的台湾鲷如何变成美味创意的料理。第一场将伫4月12日中昼开放民众来报名。伫活动宣传的记者会中，嘛邀请着办桌的南霸天、阿勇师来担任台南办桌料理的推广大使。现场同时还有春季场2位总铺师的创意料理的器材，欢迎民众要订卡手就来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